咱邀请蔡老师来讲道。蔡老师伫远的宜兰大溪罗东迄所在坐车早暗都来到咱遮住伫咱的迄店遮接待所真辛苦但是看伊精神遐尼好咱欢迎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会通伫遮尔正东方富丽的圣殿这所在，才过来敬拜上帝。阮七支教会除了双连教会以外呢，阮的七支中无一间教会，亲像咱南部、中部遮尔大间的教会。我昨昏落车的时阵，毋知影行去彰化教会去。我甲这个廖干事甲我讲我甲讲我来教会，伊要来车头甲接，但是我想讲。都爱运动啦，今仔日要服侍上帝，都爱有体力来服侍上帝。结果都行遐去，感谢主。到遐时阵迄个教会这陈执事叫红叶轿车送来到这个咱的教会，感谢主。所以咱这间教会，这样水的教会，这样正勇听主的教会，我们咱大家真有教会祈祷，就咱个人的灵性来祈祷，互咱在愈有气力，愈服侍主，愈谦卑。感谢主咱毋知影无？对咱停落到楼骹有几个阶梯，有人知影无？171，所以我们咱每一个人，逐天都爱为着变，为着主来活，咱来叮当，不要睡觉。有兄弟姊妹，恁看我几岁？有人讲我82岁，谁人讲我82岁？因为我头发真白，我才78岁嘛，定。遐一个兄弟就80岁啊，86岁，感谢主。所以咱每一个人，今仔日就是遮欢喜的心来服侍上帝我嘛上帝圣神敢咱三角一个，咱同心来祈祷。有恩典甲真理满满的最后说，我感谢我你恩典。你今早起用圣神引带阮来到你神的宝座前，才来敬拜你。主啊，阮知影，伊就你伫阮中间，你伫阮的心内。主，阮要搁一遍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愿上帝圣灵继续不断伫阮的中间运行。若是伫这个时阵，就是阮每一个生活顶面都拢你的同在。感谢主，我主，无论伫病痛、痛苦、破病、欠安的兄弟姊妹，甚至你也继续伫因内面做医治的工作、安慰的工作，互因靠着你，你就得胜到存。现在起，阮伫你的面前，要想到思考你的话语的时阵，主求你修持阮的信心，互阮会当专心来追求、来敲制你的真理。伫你的面前来当心祈祷，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圣经甲咱讲起咱就爱来听主，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听主，咱的上帝，搁着听人亲像家己。所以今早起我伫所在，要甲咱来上甲来想即个题目主权交出来。对，拄则咱所读这圣经路加福音段第5章1节到11节，对这10个圣经，咱通看见讲真清楚，看见当时主耶稣基督。伊伫这早期，伫这加利利传道的时间，耶稣基督借着这件神迹，呼叫彼得成做一个得着人的渔夫。5章1节安尼讲，耶稣徛伫革尼撒的湖边，革尼撒的湖边就是加利利海。约翰福音段1章，是约翰福音段第6章第1节，拢有记载革尼撒的湖边，革尼撒的湖边。革尼撒的湖边就是加利利海，搁称做提比利亚海。则讲起提比利亚海，约翰第6章第1节，约翰21章第1节，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海伫咱这新约圣经内是真正重要的一个海，因为耶稣基督伫传道理的这个3年半久的时间的中间。耶稣伫传道3年半久的中间上，有真侪事发生伫即个加利利海的即个周围，发生伫迦南，发生伫即个加百农。今仔日即件事情发生伫
结面散的乌冰，也就是发生伫加利利的海边，众人在围困伊，围困的意思就是讲有压迫的意思，客到在客到呢人要行袂去啊，水路不通啊，意思就是讲客到不得了啊，客到连徛的所在都无啦，无所在哪徛，所以呢，耶稣看见头前遐有一只船，停伫个所在。伊就上去西门彼得个船，将迄只船在用来当作在用港台，伊个所在来教示群众。所以今日早起，咱是爱通过即站即个圣经三角来做四方面的即个探讨。头前是对西门个船到主个船，所以西门彼得个船到主个船。第三节讲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这只船是啥？西门的。伊的主要功用就是掠鱼，除了掠鱼以外，无其他的功用。毋过，今仔日即只存在有了新的价值甲作用。圣经讲耶稣上去，请伊将船高开，耶稣就坐落去，伫船顶来教示遮个群众。即只船无搁再是用来掠鱼，诚做主耶稣基督的讲台，诚做主耶稣基督福音流露所在，诚做主耶稣基督传天国福音的所在，诚做主耶稣基督恩典话语的迄个流露。毋过，今仔日即只船原来是西门彼得的，只有彼得在使用。毋过，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今仔日主耶稣基督用即只船，诚做人的即个祝福，而且改变迄个关键是倒位，就是伫咱的路加福音段第5章第3节，耶稣就上去。当耶稣就上了即只船了后，即只船的意义就无相像。耶稣就是迄位创造丰盛的主。路加福音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来讲耶稣出来就是要抬，是要抢，就要杀害。但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享受咱性命，佮享受咱丰盛的性命。哇！当我读即句话的时阵，读100摆是较一摆嘛读了袂亚，因为知影耶稣在要互咱这个丰盛的生命。伊来就是要互咱这个丰盛，伊来就是要将这个丰盛悬的价值来带互咱，互咱。原来是一个平凡的一只船，今仔日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一切侪拢改变。你甲看圣经的内面，看去迄个约翰福音段，即第6章1节14节，伫了所在讲起，迄5饼2尾是一个小朋友，迄个伊的便当的啦。5饼2尾是迄个便当，但是咱即个5饼2尾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囡仔伊的需要伊的价值，伊的意义是只有在一个人，毋过在因为主耶稣基督。下伫主耶稣基督，这5饼2尾，你知影，是诚做咱诚做信仰，诚做真多群众的这个祝福甲这个巴掌。现在你跟我有时常常嘛，即想法，就早时9点上班，暗时5点下班，做工课，家庭主妇，这个做事业。你嘛是想，你也是想讲，即我嘛是安尼，逐日就是安尼，安尼在做，只是为着我家己，是为着我个人，为着我家己的家庭。但是，今仔日伫这所在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咱每一个人，咱即个人，咱即个家庭，咱个人的工作，可以会当有法在用，让出真有价值甲意义，就是在讲咱是毋是？邀请主耶稣基督伫咱的即只船，伫咱人生的人，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工作的职场的顶面，
咱是毋是愿意请耶稣基督来使用你即只船？现在你就会感觉到即只船甲以前会无相像。你一定感觉无相像。当你有耶稣伫你的内面的时阵，你会感觉迄个无相像。你甲看迄个一只鱼仔，罗安段所甲咱讲，迄只鱼仔呢，这鱼仔怎样会当互主来使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7节人讲起讲主耶稣基督怎样？主耶稣基督就即只鱼仔甲鱼仔囝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是早伫这个撒迦利亚伫几百年前就已经怎样？上帝就已经有预言讲，一只鱼仔鱼仔囝要将耶稣基督来送入去到耶路撒冷，来完成上帝救赎世间的这个工程。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来亲像这细只的鱼仔，无论鱼仔母也鱼仔囝，上过咱互主使用的时阵，怎样就会当食这非常有价值。今仔即只船，当咱将这个主权交互主的时阵，怎样？迄个意义价值就完全无相像。耶稣就是爱咱每一个愿意来互主使用。当咱来互主使用的时阵，咱一个真平凡的家庭主妇，是一个上班族的人，还佫再用主的用咱。亲像你甲看迄个约翰福音段的第2章，迄个平凡的水怎样？通过耶稣基督的祝福了怎样？迄个水怎样？迄个水会当叫做香醇美酒。互迄个真平淡无味无素的迄个人生怎样？咱这个无味无素的人生嘛，可以当食做美酒。吼，真平常的人生会当食做真有价值甲意义。第三就是咱会当对无掠着啥物，到这个满的喜。五章第4节到第7节讲，西门彼得甲伊的同伴拢是真有经验的渔夫，因有掠鱼的这个网有这工具有船毋过怎样？才甲你讲，因汤圆钓活拢无得到啥物，因真正辛苦安尼拼命在做，拢无得到啥物。这也是咱今仔日现代人的一个悲哀。伫这世界经济波动经济哩袂安定的时阵，你看这一人真济的艰苦咱嘛真拍命在做，毋过怎样却无得到啥物。咱台湾嘛一句讲，无事在人，成事在天。对第5节，咱通看去讲彼得，伊嘛是真正尼无奈来对主耶稣基督讲，阮汤圆钓活拢无掠到半尾。伫即个新的这个翻译的内面，才甲咱讲起啥物呢？讲起啥物？因咱掠无半尾西门因讲，老师我已经劳苦规暝，掠无半尾。这个翻译对现代人、少年人来讲较听有啦。掠无鱼，讲掠无鱼毋知。毋过在伊这个翻译讲掠无半尾鱼，就知讲拢一尾都无，掠一尾鱼都无啊，真清楚所以你看，我就甲咱拜平看了现代译本的圣经年轻的人来看伊，更看清楚。这是这毋是改变上帝话，真理无变，但是用较变的话来帮咱少年人读上帝话，会当咱真捌做做。就你看第几位，咱通知影讲，这个彼得甲西门彼得因拢无掠半尾，但主要讲，你将船过较开的所在，较深的所在，趴浪到较开的所在。西门因讲，老师阮已经劳苦规暝，掠无半尾鱼，但是你教阮安尼讲，阮就来拍网，因网一个拍落去，拍着真侪鱼，因的网煞用要逼入去。第3
所在，咱通看去啊，这个彼得伊直接顺服耶稣的命令。当伊听到即句话的时阵，伊心内有忧愁，嘛个伊顺服主耶稣。咱知彼得伊是掠鱼的专家，伊知影什么时阵是掠鱼的时间，什么时阵是会伫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伊是最知影、最合适。天气的影响，伊拢知，逐项拢知。忽然间来一个命令，甲伊的经验是矛盾的。咱相信彼得伊真愿意听耶稣一切话，但是一个目睭，敢有适合对一个渔夫来，只为讲拍网掠，而且佫是早起时，毋是掠鱼的时间。我3个月前，带阮查某囝到木顺营去有风池，要掠鱼啊，伫网仔甲好，伊当初是4点外，所以在伊鱼看到迄网仔就走，超少尾鱼啊，超少尾鱼啊就走，所以你看，彼得怎样，耶稣叫伊拍网咧，但是佫是一时啊咧，鱼啊，叫伊拍伊顺路。咱人知影鱼仔真聪明，你知无？你当时讲鱼仔，遐足看到你的鱼仔网伫啊，伊就飞入去。所以彼得伊顺服主，将网甲拍落，因为即个网仔若互日光甲照落了，怎样？鱼仔看到你的网仔时，伊就袂走入网仔底，伊就袂要走入网仔底，因为光线会将网仔甲照出来。如果彼得伊若早起时出去准备拍网，伊遐其他遐掠鱼的鱼伴、东伴嘛一定来笑，但是彼得伊犹原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了亲的兄弟姊妹，彼得有一日主耶稣基督也来到你即只船，来到彼得即只船上班，来到你的人生的即个船顶面。伊也会对咱讲，开到放较深的即个所在，无网掠。咱是毋是愿意遵行上帝的话？伫个最无把握的即个领域内面，伊听主耶稣的声音。等伊最看见灰心的时阵，耶稣讲拍网落鱼，你会亲像彼得一样，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袂。如果咱每一个人若会通安尼去做的时阵，就福气。你看《路加福音》第5章第60按讲，因网就拍落去啦，伫遐网强强要逼去。讲哪你看到对面个另外一只个摇车，迄只船来斗网嘛。世界出名的解经学家个显马太，即个人在伊讲。彼得因即个船啊，大概怎样是5吨到6吨，一只船差不多通坐15个到16个即个中间。即个圣经学家讲，即个因即个船通底怎样底差不多5吨5吨所以一只底5吨的鱼佫一只就10吨所以会当底遮尔济鱼是怎样？因汤圆无念着啥物？无了半尾都无，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句话，装满了2只船，这个比较非常的明显。彼得伫这个所在，伊学到啥物？天然的努力、才干，这个经验是何等不可靠。如果若无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虽然最熟。在这所在、地点、时间、天气，彼得伊最知影，但是犹原是几日空空。但是因主耶稣基督的一句话，一切拢改变。只要落网，就通得到满2只船的鱼。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你看的人生可以充满着新价。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再超越。虽然咱个人的努力、经验、才干是真重要，我无否认经验、学习、读册真重要，当然都爱读。
我每一礼拜拜三拢伫宜兰监狱的少管所、看守所、监所底下做志工老师。我甲遐囡仔讲，帮助遐囡仔，遐囡仔欢喜听上帝话语的，因会通继续不断摕到即个执照因会通迄个所在继续搁读册，需要读册，经验学习拢真重要。 个人的这个努力真重要，经验、才干拢真重要。但是更加重要，我会讲爱有耶稣啦。耶稣啦，伫咱的人生的这船仔顶，咧甲咱掌舵，咱就真正福气。所以我伫牧会46年的中间，伫罗东教会牧会18年，伫苏澳教会13年，伫日本玉花嘛13年。 阮回应若要入新厝，就我一定送一幅图，就是耶稣徛条表，一个人伫掌舵，然后耶稣基督甲咱伫地，哇，咱人生幸福快乐，无论有结婚无结婚，拢总是幸福美满，拢是满满有点。所以耶稣基督伫咱的人生甲咱掌舵，真正重要，非常重要。阮教有一个兄弟，也是一个执事。 最近去年才做执事，伊是一个17、8岁时做正派囡仔，伫沙丁堡的迄个所在遐乌社会底下咧做歹代志，甚至伫遐杀人。上帝教就倒了后，再用伫遐信耶稣。现在伫我哋罗东长老教会当执事，已经得到上帝做无几年的迄个种植工作，上帝互伊已经迄5台车，1台100万，感谢神。 你甲看，一个对工作出来，大家是讲这绝吧，真正是爱2000年才有真正，但是现在这个20世纪的时代，这个少年囡仔，伊有缘上帝，互伊再有即款的困难，上帝恩典，搁再恩典加添互伊。伊的目标10台，现在已经5台，变5台，感谢做福音车，做伊的救护车。 了兄弟姊妹，咱的人生爱有主耶稣基督来甲咱掌舵，就充满了信仰，可以超越，不再超越。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有主的来掌舵，就充满神机，可以超越再超越。叫在你不要想讲，像我这款的人，像我这个小可的职员，是一个家庭主妇，敢有法度？ 彼得也检查，甲你甲我家己想，像我即款人敢有法度做一个渔夫掠鱼的人，敢有法度？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基督上咱的船的时阵，咱的人生就有改变。看后几个月要去日本做宣教工作，一个姊妹互我20万，感谢主。 上帝知影讲，我需要去带福德路，我需要去带迄个女社去传教，去辅导，要去帮助遐受苦的人。因为我对日本退休倒转来了后，拢教辅导逐年去辅导了传福音。嘛过我即摆嘛是一个真大的感动，讲上帝你若爱我去辅导，我过来去。上帝你互我这么多20万、几十万。 你互我做宣教工作，感谢主。你兄弟姊妹，你毋通想讲是信牧者才有恩典咯，平信徒嘛有恩典的啦。我甲师母去等于阮无话路讲到做礼拜，阮牧师们拢带了恩典送互遐会友。所以你毋通想讲信徒就无恩典，信徒嘛有恩典，牧者嘛有恩典。上帝知影你的需要，上帝。 我拢毋免讲多主啊！我爱20万，20万。我搁一个，以前我伫苏澳教会牧会13年，我一个教会的青年咧，已经做阿嬷呢。这姊妹甲我讲，牧师你对日本退休倒转来了后，你无有退休金，你只有领年金人领。所以怎样？你我逐个月甲你奉献，因为逐个月怎样？毋是逐个月，当年甲我奉献12000块，感谢神。 神绝对比互咱欠亏，
我离开劳动的时阵，毋是退休的年龄，所以无人领退休金，劳保嘛无几个钱啊，是只有领月退啊，这月退休金。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有做同在，咱就拢无欠缺。做的稳定，会丰丰富富，互咱做的帮助咱。一个有做的人，人生是充满着这个成就，可以无限再超越的人生。毋是咱的存特别，毋是因为怎样，因为咱有智慧、口才好，贤讲话人就互咱敬敬，毋是，拢毋是，这是做的稳定，毋是咱有智慧。是做稳定，是因为有主伫咱的尊顶的时阵，主对咱讲话的时阵，对咱发言令，咱都爱听。顺服的时阵，怎样，伊就甲咱听。所以人生是成功、失败，还是平淡，还是灿烂，在伫咱甲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十字架，日本有一些人教授讲，想要将十字架摆为互比长。咱的就是这样，讲咱甲主的关系，但是早时目睭闭起来，爱甲主讲话，行路嘛爱甲主讲话，毋是目睭闭起行路啦吼。坐车嘛爱甲主讲话，咱嘛是甲咱的朋友兄弟姊妹同事，所以这个兄弟姊妹，咱甲主的关系，若失败，一切拢失败啦。咱的结婚、家庭、工作、事业，这一切的成功，拢总爱倚靠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大命。所以，咱来学习什么？逐日，当咱目睭起开的时阵，感谢主，还佫在呼吸。哇，咱就讲主啊，有你，求你佫一摆用你的话充满我。主啊，你佫一摆用你的圣经话来充满我，用你的真理的话来光照我的心。我会灵开，心灵的目睭开，知影讲今仔日要安怎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对天来的上面的稳定。所以咱学习邀请主耶稣基督，就伫咱生活每一个领域的转移，好让我们在这个每一个领域上都是成功的，将咱生活每一方面拢总进入的，当然就提高来的。让我们每一次、每一方面、每一日，咱拢能听主耶稣的声音，将船高较开，拍帆落去。咱的失败常常是因为怎样？咱凭咱的经验、凭咱的知识、凭咱的学习、凭咱家己的努力、凭咱的判断，伊无适合的地点、时间落来，所以才规伫空空。地球咱感觉真大事，主耶稣知影，说最宝贵时间、最确实的地点，主知影伊也是倒位。咱需要的就是常常听主的话。我伫所教牧会时阵，遐会有不止这种掠鱼人，因为信耶稣就是破产，信耶稣基督了怎样？去掠鱼呢，就掠鱼。迄人做也无探险机、探鱼仔机，但是呢，马上就拍落鱼仔落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就兄弟姐妹，信耶稣甲无信耶稣差遐济。因兄弟啊，歹信耶稣的哦，七脏六腑，你知？所以你们亲爱姊妹，有主耶稣就敢若在伫地时阵，咱什么时阵知影讲时间、地点狗咬有鱼，目睭看袂到咧。但是主讲，网啊拍落去，网就拍落去，也就对。开到深的所在，拍网落去。你兄弟姊妹，邀请主耶稣参与伫你生命每方面，安尼你就会当听到主对你讲话。一个掠上帝做咱这个目的的人生的人，这伊是真为目的的人生，一个有上帝的生活的人，伊的人生怎样？就是一个丰盛的。第三点就是讲对夫主教主，5章第8章对彼得对耶稣基督称呼上伊这个改变，咱就看出来彼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极大的转变。第五节咱讲，伊原来称呼耶稣基督是老师，是老师，但是到第八节伊就拍伫耶稣基督面前讲：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有为暗淡一切的罪人。伊知影是罪人，这个心情就是互彼得对耶稣有一个将来必定有一个认识。伊刚刚经历着什么？经历着这个耶稣基督，伊有超自然属性的能力，是神的作为。夫子绝对袂通做这个教育家，绝对无法度做到这款的正大能力。控制无法度做这款的，无这款的能力。所以，这个彼得对夫子知影耶稣是主，彼得对耶稣基督认识，对夫子进步后，伊是主。你对耶稣基督认识，经验是夫子，还是主？你对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夫子还是主？你着认耶稣基督是你的顾问，是你的这个参考，是你的这个帮助者嘛？还是耶稣基督是你人生的主？伊对咱信仰绝对的主权，所以问彼得爱主，而且尊敬伊，也愿意听耶稣的话，甚至伊欢喜来跟地主。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喜爱，就是爱咱每一个人会当掠伊做主，掠伊做主，毋是甲伊当作者，伊是一个顾问，伊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教育家。讲咱真有道理，先去心肝啦，有福气，哇！伊要看见上帝，毋是耶稣基督，毋是一个老师，毋是教育家。所以咱的心真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阵，按咱所做一切，主拢甲咱记啦，主拢要甲咱祝福。所以当咱伫回顾讲咱是安怎，咱有拄着崎岖坎坷的时阵，咱就有问题。迄个时阵，咱赶紧退后，安静落来，跪伫主的面前来听伊的声音，听伊的声音。主要互咱伫迄安静的中间，听到伊对咱讲话，通过圣经，通过祈祷，来对咱讲。所以咱掠伊做主。所以当咱愿意将主权交予耶稣的时阵，愿意听伊的声音的时阵，愿意将这阵开到较深的所在的时阵。拍网落也是，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是好点的这个方法，而且是充满着惊喜。所以对夫子到主是咱必须要逐日都要检讨、要解决的一个真大的问题。究竟信主这样久的咱，你将耶稣基督来看作主，还是老师？第四项。对得着鱼到得着人，第五章的第9节到第10节，第10节看起彼得伊讲，伊甲一切同在人拢真惊吓，将这个网子拍落去的时阵，鱼得着满满。彼得一生拢是伫掠鱼，伊对出世就是伫加利利海伫遐伫掠鱼，伊看掠鱼最重要，但是。彼得，伊伫这个加利利海去经历到这个超自然的这个新界伫伊的面前发生的时阵，伊就知影讲，这个主就是咱所都爱挖靠、爱滚地的，所以愿意放下一切来滚地主耶稣，来滚地主耶稣。主耶稣甲伊讲，免惊，免惊。你来讲电话，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来结束。特拉斯泰，伊是这19世纪俄国一个大文学家，伊有当真多伊的经典甲名著伊拄真多册。毋过在特拉斯泰所互咱迄个典范，毋是在伊的小说，而是在伊的生命经历的改变。乃是伊生命这历程的改变。特拉斯泰呢，伊超这人生目的，
甲意义找无到答案，所以这托拉斯泰呢，伊就拼命真定真要拍拼。求进步，伊就进入到俄国社会上游的这个社会去，心内却犹原无得到在得到满足。后来再就专心专心写作底下再用底下就出名起名利双收，不再用也是无满足，一直问家己讲得到这他们是什么？得到这一切又如何呢？了在伊就搁一遍，搁将伊焦点转移到家庭，伊就找一个非常水的美人太太，是一个贤妻良母，是13个囝儿，有真好家庭生活。但是当伊想到人有一日拢会死后这一切敢有什么意义？伊就搁开始。非常的痛苦，甚至常常想讲要去自杀。后来伊就搁拼命，搁用精神搁落去研究啥哲学、心理学、科学，哇，搁拍拼，搁研究哲学。伊是讲我来研究这个哲学、心理甲科学，我嘛会当来得到知影到。这生命要安怎样来得到真正生命内面得到满足，但最后所得到结论是，伊讲生命只不过是无尽的时空中无数粒的粒子，以5种方式碰撞演化的结果，没有意义，都无意义。就伊个真正在用，真正真沮丧、真困难迄个时阵，不停去拄到一个农民，这个农民伊看这个农民伫讲话时阵，这个做田人这个农夫这个农夫甲伊讲了在一条真大工哦。这个农夫甲伊讲说，人活着的目的甲意义，毋是为着家己，乃是为着服侍上帝，甲服侍人。我听到这句话时阵，哇！突然时代心内亲像叫电来电着全册样，哇！我研究哲学科学，这什么学拢无效，犹原袂通得到我心内的满足，心神的安静，心灵的安宁。所以，这个农民在这做田人就讲讲，你爱研究啥？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研究四福音。哇！托拉斯泰就拼命读圣经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哇，拼命研究。我当伊读到这个圣经的时阵，哇！我来人生的意义甲目的，迄毋是一科学，毋是得到什么世界的权势名会当得到满足。圣经的内容，咱伫这个马太、四福音的内面，就已经可以一个圆满答案。所以在这托尔斯泰伊伫迄个所在，伊伫这心腹对满满的感谢上帝。通过耶稣就早伫这个圣经内面，就已经将生命意义答案来讲。对安尼，这托尔斯泰伊的生命在完全反转，真做在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伊就搁会将伊家己掠做。伟大，也做真高，也做一个文学家，是一个伟大人。伊特别将伊本身这个主权交托伫主的恩手，交伫这个爱耶稣基督手中。对啊，你逐日过着非常满意的这个生活，心内有平安。伊伫遐，真做是什么？真做一个热爱耶稣的文学家。感谢主，赞美主。伊讲一句名言，我不禁受感动。讲许多人都想到改变这个世界，却没有人想要改变自己。伊讲真正多人，他想要甲改变这个世界，却无人想讲大声来改变家己。今日这世界乱七八糟，但是大
大家拢无想要改变家己，硬想要改变别人，硬要对付别人，硬要消灭别人。我就想把张居士讲，下一次有机会再替我安排来这里讲道。我系同我看咱兄弟姊妹分享，其他就无去看看你分享的。所以说没有，我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在，真的我们这大家需要用上帝的话，直接来调整咱的心。当上帝的话进入到咱的心内的时阵，咱就会当欢喜倒空自己，搁一边将这个主权交给上帝。当咱将这交出这个主权的时阵，你的心中就会得到满足，得到平安，你要成做世间的更加扬显天别的圣灵。感谢主，我今日是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来到咱贵会这个所在来请安，就是要帮助咱每一个人知影这个新竹圣经学院所做的工作。过去是这培养传道人，即马圣经学院有这个。该方式就是专门的翻译主帮助少年团体、少年团体、青年团体福利团体各种的这灵修的主，搁哪里伫个所在来开放，成做一个圣地，当互人听来灵修，互咱毋免走去韩国、纯福音教会、基督山，咱就来到咱的新竹圣经学院，伫个所在你就会当参加灵修会，伫个所在你会当拄着上帝，因为咱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基督圣灵的充满，不是伫韩国，圣灵的充满就是在永福教会，就无一个所在就通得到。所以，新竹圣经学院是做一个真正要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今仔日代表院长、代表董事长、代表这董事来向咱搁一遍一只请安报告过去，咱对新竹圣经学院的这个关心带到以上会做。互阮真大的感动我搁一遍毋茫咱今仔日大家在呢，搁一遍用过去亲像旧年相款，搁一遍出来，来将咱的财富来放入天的所在。圣经讲少种少收，多种多收。有兄弟姊妹，我是一个退休的牧者，我做啊济在，我上帝就花掉20万了这是稳定呢，这是。超心肝无想的这稳定，感谢主。我嘛咱今仔日，如果你也无带钱啦，无要紧，后礼拜嘛无要紧，你会当将这你的金钱啊，放伫这奉献地内面来奉献，有真一款的奉献，你会当通过这个奉献积出财富伫天。你会当将这积出财富伫天，比互你的子孙更较重要。以后我有时间，我会甲咱分享。我等礼拜去一个教会，甲分享时，大家听下咧，笑嘻嘻欢喜甲咧，感谢主。所以我讲咱积蓄财富伫天，上帝甲你记念，咱的囝儿，你甲你记念真少啦，真少，毋是无啦，我毋敢讲无，但是有咱囝儿孙，大家拢真友好，嘛个更较要紧的，上帝甲咱记念，上帝甲咱祝福，参加来祈祷。有稳定甲平安满满的水啊！主啊，感谢你，我看见永福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长者，这样听主，伫这无牧者这中间，因有这样热心敬拜主、听主，主啊，愿意帮助因会当做合上帝心意，有心要伫这个所在靠入去牧会的，你的牧者才来牧养你的羊群。主啊，我这羊群每一只羊啊，拢有牧者来照顾。主啊，愿你帮助因，互因拼命为着骗牧者的事来祈祷，敬谢祈祷。上帝啊，阮相信你早一日会当安排你忠心的老婆来到这个所在，牧养你的羊群。主啊，感谢你，今日是新的圣经顺延纪念主日的时阵，兄弟姊妹当为着这个时间来祈祷这个圣经学院就是阮教会的心脏，所以这个心脏袂使去互你，就是有困难。爸啊，你帮助阮同心协力来支持，感谢祈祷，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门。谢谢。